国民党立委提案要来修正离岛建设的条例，让中国的厂商会当来投资咱离岛的建设。这个行政院长杜英泰就表示讲，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，所以希望讲爱以国安为重。也那民进党是批评这个法案，就亲像是台湾版的一带一路。民众党也认为讲这代志真大条，所以已经表示会支持。 为要推动离岛产业发展，国民党连江县立委陈雪生、金门县立委陈玉珍等人提案修正离岛建设条例，增加中国厂商应参加离岛建设。陈雪生认为，马祖即马欠料佮欠人严重，重大公用工程由中央单位来发包，中央应严格把关。很多工程标不出去，就是缺工缺料。 那中央政府要来解决我们这样的问题嘛？中央可以严格把关嘛？我们的北干机场也好，它的招标案中央已经有法规在那个地方了。我们金马地区离大陆很近，让他们的相关的这个一起的能力来做。 来协助，是上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。陆委会已经表达反对，强调重大建设投资计划可能牵涉国家安全，现阶段无法度同意草案的内容。行政长杜英泰回应，希望应以国安为重。那这个会对于包括机场、港口、大桥的重大公共工程的施作发生实质的影响，同时也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，所以还是恳请。 委员们在审议的时候要以国家为重。民进党立委洪胜汉批评，这是要让中国的资金厂商盈利，直接将手伸入超过700亿的基础建设当中，都亲像是台版一带一路。民众党团也表态被支持。台湾民众党团不会支持这件事情，知识体大，恐怕不是用离岛建设条例这样的方式给他开特别的后门。 来解决，这并不是一个妥当的方式。离岛建设条例修法列入5立法院会报告的事项，有关引进中资建设离岛的第7条之一，和民进党团要求退回定数委员会，国民党团无提出异议之下，最后通过民进党团的提案，退回定数委员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